位伫南区新兴路甲新建路口的民和公园，占地大约3.2公顷。因为中央有一座小山轮，伫个2019年改建成台南市第一座的地景式的特色公园，而且原本小山轮顶面有2座的凉亭，后来因为年久失修被拆除，想袂到最近连新增的座椅嘛被拆掉。对此，议员林美燕甲周丽珍下午邀集市府干务局来会勘，希望会用个尽速恢复。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民众跟我反映说，这2座凉亭已经有倾斜了。那我也请公务局来会勘。那会勘完之后，在9月份，我们公务局有编了126万的经费，可是迟到现在都还一点进度都没有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请公务局再来讲解一下，说为什么凉亭到现在都还没做呢？效率要快一点，因为社会观感不好了哈。一座凉亭一直就是进度那么慢，甚至最简单的椅子进来要一直等很久。那好不容易看到它已经设置完成了以后，你可以拿不到1个月，你又把它拆掉了留下一个就是基座在上面。那民众觉得说，怎么会我们市府做事是这个样子的？我想社会观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此，干务局回应，凉亭的部分预计年底发包。明年6月底进前会来完工。至于座椅的部分，因为当初厂商来装唔到，目前等待备料，预计11月中会先来装饰完毕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新的变成说我们。